看昨暗晡新北市的汐止有2边几仔人在原街相拍，警方到现场阁发现讲，因的车内有毒品伊托米酯甲K他命。另外，台北市未倒的通缉犯哦，伫逃亡的期间，阁继续在卖毒品的假皮包，毛警方抓到。快达警力到场控制闹事分子，一车掠13人，命大阁有未成年。那2个给我过来，你也过来，驾驶座坐在这边。警方拿早围捕。 真紧就甲人撞到，公布超车内，更加意外查扣送食毒品伊托米酯，还阁有3级毒品K他命。蹲下。专案伫新北汐止16暗时10点外，警方接到通报，管区内底出现群众相拍车拼，经过调查发现2排人马因是互相熟悉，进前有做伙租车外出，不过交通违规互开罚单，有人无愿意出钱，所以相约谈判。 最后，双方是超袂平就拍起来。甲方人等四散逃逸，经同仁迅速调阅监视器，锁定犯嫌，并通报快达警力拦截。约2小时，在大同路一段某停车场即逮捕甲方13人。这站这部的纠纷演变做大车拼，唔但涉嫌妨碍秩序，警方也按照毒品的罪嫌移送。只是毒品的问题真严重，伫台北信义区是有毒贩，美警察当街就放杀女朋友逃走。刘姓主嫌。 准备返家时，发现小吃店内的员警起身，立即抛弃在旁的女朋友，拔腿狂奔，留下一旁的女友不知所措及伤心欲绝抓到这位帮派男子，伊对去年就互通缉到打，靠卖毒医生，就惊警方找到伊，一直咧搬厝四隔壁。这届是伫情人节，互掠登去归案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